其實動植物公園最多就係猴子啦，呢啲就係猴子啦。不過呢啲黑色嘅猴子係唔喐嘅，嗱喐啦，好得意。動植物公園啲動物全部都唔喐㗎，不動的動物，哈哈，呢啲叫做合子魚。你睇下佢哋，哇！哇！好可愛。哇，係喎！佢伸手出嚟攞嘢啊！哇！哇！